大家平安，咱平安心，大家来敬拜上帝。主啊，我要伫万民中感谢你，伫咧帮中唱歌学乐你，因为你的慈爱哪天遐尼悬，你的信息哪强上遐尼阔。上帝啊，愿你的伟大盘过天，你的眼光遍照全地。大家来吟诗学乐上帝圣诗第二首，圣诗第二首，圣在，圣在，圣在，全能大主宰。
咱着唱歌齐声学乐主尊名，圣在圣在圣在，奖励天地甲海，学乐上帝至尊至权主宰。来，起立，三个来演。咱由阮徛伫三界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使徒圣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林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录音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国活上天，担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共同的教会，圣徒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复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咱来掀开圣诗后面启文15。1025页，启文15，诗篇51篇。启文15，咱三甲来交托。上帝啊，你的听袂改变，求你怜悯我。求你洗除我一切罪孽。我知家己的过失，我有得罪你，只有得罪你。所以，我受你审判是当然。我伫母胎就有罪。你以外是内心诚实。求你洗除我的罪，互我清气。求你互我听见欢喜快乐的声。求你黄面无判我的罪。
上帝啊，求你为我创造纯洁的心，毋通赶我离开你的面前。求你，互我重新享受你救恩的欢喜。我要将你的道路指示罪人。拯救我的上帝啊，求你免除我的死罪。主啊，求你开我的嘴。你无爱生礼，若爱我欢喜献。上帝啊，你所爱这是痛悔的心灵。咱同心压头来祈祷。至圣的天父，阮感谢你，伫主你所设立安息的主日，阮兄弟大家同心来到主你面前敬拜你。感谢主，你看顾阮，大家拢平安。亲爱主，当阮对太空站观看地球的时，伊是遐尼啊宁静平和，以每秒10公里的速度咧运转。无冲突，只有和平。总是阮看见伫即时，因为人类的贪婪无节制、滥散开发、破坏大自然，造成环境污染大变化。逐个拢有惊人的风台、水灾，造成人民财产、厝地、家园的损失。气温的升悬，大地欠水，农作物拢无法度收成。外国也有独裁专制政府。伫国内外挑起战争，人民为着要躲闪恶劣的生活环境，加速出现散乡的问题，所引起侪侪逃渡移民，侪侪人伫过程中丧失性命。即时战争悠然咧进行，百姓伫惊吓中、哀哭中过日。主啊，求你怜悯。互阮会当亲像国际太空站中的科学家，因内对无同的国家，大家互相尊重、同心合作，为着人类找求更较伟大美好的将来。主啊，求你疗伤人类发动的战争，愿恳求你阻止该阮的手，救醒阮的良知，实使阮所求的无一定会实现。也毋通放任阮的懒散的作为。当你阻止该阮的手，也请你眷顾伊，因犹原是阮的兄弟。这是阮同心的兄弟，我要同心用主你所教示阮的主祷文，三角来祈祷。阮伫天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成，伫对恁亲像天呢。阮的日时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过负，亲像阮也赦免过我的人。我伫错案你伫市，着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到代代无尽。阿门。赞美请圣乐队。
咱感谢圣国队带咱用诗歌来学习上帝，享受上帝的话，记载伫马太福音6章9节到15节，18章21节到35节。马太福音6章9节到15节。马太福音第6章第9节，咱来看，我来读。所以恁着安尼祈祷：阮伫天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面亲像伫天呢。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过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过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地市，着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恁若赦免人的过失，恁的天父也要赦免恁；恁若无赦免人的过失，恁的爸也无要赦免恁的过失。咱搁看18章21节，18章21节。迄时彼得活来，甲伊讲：主啊，我的兄弟得罪我赦免伊着几摆？着7摆吗？耶稣甲伊讲：我无甲你讲着7摆，就是到70个7摆。所以天国比拼，人均爱要甲伊的奴仆算数。起头算的时，有带一个欠伊1000万元的银来，既然无通函，伊的主人命令就卖伊的本身甲伊的某囝，连伊一切所有的来行。迄个奴仆就拍地拜伊讲：主啊，着宽容我要拢行。奴仆的主人就怜悯来放伊，搁赦免伊的罪。迄个奴仆出去，拄着一个共做奴仆的欠伊100银仔，就掠伊找伊的颔棍，讲：你所欠的着还。共做奴仆的拍地求伊讲：着宽容我要还你。若是伊毋肯，就去甲伊落监，来听候伊所行所欠的。才会当做奴仆的看见即个代志真忧闷，将朗诵的事对主人讲明。对安尼，伊的主人调伊来，甲伊讲：歹的奴仆啊，因为你对我求，我就将你所欠的拢赦免。你敢无着怜悯恁共做奴仆的，亲像我怜悯伊？伊的主人生气，将伊交代刑长，听候伊一尽行所欠的。安尼，恁逐人无用心赦免恁的兄弟，就我的天父也要安尼款待恁。以上，愿主的话诚做咱的帮赞。讲道现在起，牧师所要讲的题目是赦免阮的过负。咱同齐来先。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搁经过一个月，到伫8月份的第1个主日，会当讲咱的热天已经过了差不多一半。咱也感谢上帝的保守甲带领。虽然讲前几礼拜有风台，但是咱在座咱的兄弟姊妹，就算有小可受到风台的损伤，但是上帝保守咱一切平安。也就是安尼，咱行过每一日的生活，咱带着感恩的心，咱来到上帝的面前，所以咱也用感恩的心做伙来领受
上帝交托予咱伊的道理，所以咱做伙按头来祈祷。慈悲满满、充满疼痛、稳定的主上帝，阮感谢你，伫阮每一日生活中间，你予阮经验到你无所不在的疼痛，你的稳定也扶持阮，予阮有勇气面对每一天的挑战，因为阮知你疼阮，所以阮也要用感恩的心来领受你所交托予阮你的道理，愿主你的圣神带领阮的心思意念，将你的话刻伫阮的心中，予阮会当得到快乐，阁会当认捌主你哪来哪亲。愿安尼祈祷是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知影，伫咱现代的社会气氛的中间，无论是基督徒啊、非基督徒，拢会感觉伫教会来做礼拜，若听到“认罪”这两字，会感觉听了无啥爽快，甚至有的牧师会讲。教会讲道的中间，莫过头强调这两字认罪，若无，这个讲道者会无受欢迎。无错无错，咱即马社会上较流行所讲的，是讲爱看见光明面。哦，想讲，毋知咱敢有印象？前几冬，迄个有一个电台，全台湾、全国联播的一个电台，伊拢有一个广告。我伊广告内底有一句话讲啥物？面向光明，黑暗就在你的背后。面向光明，黑暗就在你的背后。甚至有的讲道者嘛，真爱伫教会礼拜中间讲即句话来鼓励咱。但是讲起来简单啦，咱讲看见光明面，看见光明面。但是你若真正有去观察，着咱四周有的人，这个简单的道理，看见光明面，也是这个简单的一句话，看见面向光明，黑暗就在你的背后。讲起来简单，做起来咧，甚至一听到这句话，反倒转是本来就已经心情真歹啊。今嘛，佮听到这款讲，你要看见光明面，你要面向光明，黑暗就在你的背后。结果你愈听哦，那有的人会感觉讲，你甲我安尼讲，遐尼简单，讲啊好亲像是我故意无爱看光明面，也是好亲像我就爱看黑暗面哦。反倒转伊会起受去，反倒转伊以后就无爱听你讲啊，因为你讲啊拢就简单嘛，然后咧。我经历过的黑暗，你敢了解？无错，看见光明面这款的话，真正会帮助真侪人，也是提醒真侪人，伫失败、伫悲伤的中间，重新看见愿望。但是，咱问咱家己，咱。若真正去思考咱所行过的一切，其实咱爱知影，咱袂当假先讲、假讲，咱家己生命的中间，即个黑暗完全无存在，也是讲我的生命的中间，这一切的黑暗，拢毋免去处理，看见光明面，一切都平安，发大财。问题无去处理，无代表问题就会解决。问题无去处理，问题永远存在。往往无去处理这个问题，无论大小，你想讲无去看，
无去想问题就会家己解决。我想咱应该拢经历过即款的经验。往往你的生命的中间，即个黑暗面，即个黑暗的，总是会找到机会。咱讲找机会反扑，所以认罪认罪即两字，其实伫信仰的中间，咱爱思考伊的信仰意义是啥物。袂当亲像即马的政客共款，感觉讲我无认罪，就会无问题，会有人摆平司法。但是咱看到，咱若有咧注意新闻就知影，才会政客安尼想，我不认罪，你能怎么样？反正我后面有金主可以摆平司法。结果咧，还没有二审就已经身败名裂，还没有二审宣判就已经身败名裂。所以认罪这两字敢有重要？无论对咱伫社会顶面、社会中间走撞，也是咱伫咱的教会生活、咱家己家庭的生活、咱家己处理人际关系，甚至处理咱家己的生命问题，认罪这两字敢有重要？敢有重要？敢有迄个必要？所以，咱今仔日，咱就线接即几礼拜，咱探讨主耶稣教示咱的祈祷文，咱一句一句来探讨。耶稣教导咱祈祷的时阵，爱祈祷。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当耶稣教咱爱祈祷赦免阮的辜负，敢是代表咱有辜负，咱有犯错。讲犯罪，可能会甲法律问题揽做伙。其实就是咱敢有犯错。咱敢有可能会犯错，还是咱敢捌犯错过？所以，咱每一遍祈祷着主祷文内底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咱就会发现着，咱常常就亲像咱大早所听到马太福音18章21到35节。即个无愿意赦免别人的即个奴仆，即个歹奴仆，譬如共款，咱诚做基督徒，咱领受上帝赦罪的恩典，但是咧，讲到咱家己，咱若是受伤，咱若得到损失。有时阵咱真足来想咱家己，咱常常就亲像耶稣所讲的即个譬如中间，即个歹奴仆共款，得到上帝的恩典啊！但是咧，别人得罪咱一丝丝啊，咱煞掠条，歹去原谅别人。咱领受上帝赦罪的恩典，但是咱常常煞无愿意原谅别人。大圣咱爱知影，耶稣为着世间人的罪受定十字架，这是咱每一年的受难周、搁活节，甚至每一礼拜。礼拜中间拢会强调的，耶稣为着世间人的罪受定十字架，就亲像旧约圣经所记载，以色列人的圣殿因献祭的时阵，爱抬细只羊羔。耶稣就亲像古代人伫献祭的时阵。
杀死即个祭物，祭物流血代替咱来受即个罪。耶稣钉死十字架顶面，也是类似安尼牺牲家己，代替咱来受罪，带走咱人的罪。所以耶稣钉伫十字架顶面，要断开以前，耶稣话讲，一切拢成，一切拢成。伊已经代替咱受即个咱应该爱受的罪啊，所以咱的罪已经透过耶稣的十字架除去咱的罪啊。耶稣安尼宣告，就是咱人世间人所犯着的罪，耶稣伊拢已经代替咱付出代价，所以咱拢是互上帝来赦免。所以几若遍耶稣拢会强调，咱基督徒无错，咱是罪人，但是咱是受到上帝赦免的罪人，蒙赦免的罪人，这是咱基督信仰最重要。安怎看咱家己，安怎看人，得到赦罪的罪人，所以咧，咱的罪已经受到赦免。咱每一天，咱拢成做一个新的人。只要咱谦卑反省，只要咱愿意来改变，咱每一天，咱拢是无罪的。但是咧，受赦免、得到赦罪的罪人，咱犹然是罪人。所以咧，咱爱警醒咱家己，咱爱真注意咱家己，因为咱一无小心，就有可能会犯错。所以这有一个非常深的一个意思伫内底，得到赦罪、罪受赦免的罪人。咱的罪已经受赦免，但是咧，咱犹然是罪人。所以莫想讲我会当为所欲为，当爱警醒咱家己，莫想讲我都是对，你都是错，因为咱是罪人。但是咧，咱敢若规工活伫罪恶感中间，我无救啊啦，我无望啊啦，毋是，咱的罪已经得到赦免，所以咧，咱每一工拢是一个新的开始。只要咱即时阵，咱愿意决心，我要改变，上帝圣神会带领咱。所以咧，保罗提醒咱讲啥物？既然咱拢因信来称义，就通过咱的主耶稣基督，甲上帝搁好。通过主耶稣基督甲上帝搁好。但是咱即马搁转来想，咱既然因信称义，咱诚做一个基督徒，咱相信主耶稣基督是咱的救主。咱因为信，因为这个信仰，透过咱信心的行动，应该咱伫上帝的面前就是称做义人。称义，敢毋就是伫上帝的面前清白无罪，甲上帝好好吗？人只要靠着圣囝主耶稣基督来活，天父上帝赦免咱的过犯。这互咱爱思考，就是这重要的意思，就是因信称义。所以咱得到赦免，是因为主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赎，毋是靠咱家己求来的。咱无遐高，毋是咱求来的，是咱得到上帝赦免咱。但是既然是安尼，照着即个
因信称义的即个信仰。既然安尼，为什么耶稣阁教咱伫祈祷的时阵，爱祈祷告别咱家己的罪，赦免阮的辜负？当你安尼讲，就是咱知影我有辜负，所以咱爱安尼求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安尼为什么耶稣教咱爱祈祷？安尼祈祷？这就讲到告别咱的罪，告白我们的罪，也是讲较简单，认罪认罪。其实上重要的，就亲像咱可能有参加过，也是咱观摩过，也是咱看电影，尤其美国的电影就爱演这个，咱讲团体治疗。一群人坐诶一个园区啊，坐安尼圆安尼，然后咧，大家伫遐讲，鼓励有个人啉酒啉甲喝酒成瘾，然后讲我要戒酒，所以咧参与伫团体治疗，大家就分享伊成长的过程中间捌发生什么代志，为什么开始会规工啉酒醉？有个人讲。因为我每一天感觉真大的压力，所以我需要靠着酒，啉啊醉茫茫，互我袂记即我面对的问题。有个人讲我为什么常常啉酒醉？因为我成长的背景，我的是大人就是安尼的生活，我无办法跳出即个家庭的影响，所以种种。即款团体治疗，其实因所做的就是即款告白、诚实、勇敢、自我检讨、检视咱一世人的过程，然后咧，伫你分享，伫你即个检视咱家己过去所行过的路的过程中间，你就得到快乐。你就知影怎样面对大所鼓励团体治疗，即个酗酒的问题，这就是团体治疗最重要的方法。诚实、勇敢、自我检讨、检视咱生命的历程、行过的路，同款啊，同款。对咱基督徒来讲，咱的信仰其实即款团体治疗，咱会当讲伫教会内底早就有啊。伫遮的心理学发展以前早就有，咱叫啥物？团契的生活，教会团契的生活，就是遮尔重要。大家拢知影讲，你我拢有面对类似的问题，所以咧，咱勇敢分享，因为我分享的我的问题，其实你嘛面对着，我敢分享。然后咧，因为大家拢有这个自觉，你的问题我嘛有，我的问题你嘛有，所以咧，咱伫分享了后，你袂去外口讲，为什么？大家问题拢同款，我讲什么人啊？大大，聚会时阵讲迄哦，哎呀，袂。当咱大家都有这个病识感，你的问题其实我嘛有，你所经历过这的黑暗，我嘛捌经历过，你感同身受，你就袂去听到什么去传婴仔话，因为我传你传别人婴仔话，其实就讲到你家己啊，这最重要，这就是为什么到21世纪的即马，团体治疗。煞变做是，好亲像真侪人要面对生命的问题的时阵，最重要的一个治疗方式。反倒转伫教会内底，有时阵你会感觉我歹势分享，我惊人讲我分享了后会产生婴仔话，所以这嘛是咱基督徒爱注意的。照道理讲，咱应该大家都感同身受，
我是得到罪得到赦免的罪人，你嘛是罪得到赦免的罪人。咱大家拢相像，你面对的黑暗，我嘛要面对过。你的欠缺，我是爱关心；我的欠缺，你嘛爱关心。无人较敖，无人较知影。所以咧，咱袂去，咱会当勇敢讲，勇敢分享我所拄着的问题，然后咧，你愿意用一个同理心来听别人的分享，然后咧，对方咱有同理心，所以咱知影对方安尼分享，伊是无妄咱四过讲。所以，当有即个同理心出来，你袂去传闲话，你袂去生话，你袂造成别人的困扰。咱基督徒爱重新找回来即个会当勇敢、会当诚心、会当真坦然、诚实来告别家己的即个信仰的环境，这爱咱基督徒重新找回来。咱对咱基督徒来讲，告别、告白是咱信仰生活绝对袂当欠缺的一部分。为什么？伫信仰生活中间，咱告别咱的欠缺，告别咱过去所行偏差，但是咱今仔日，咱搁重新行伫上帝的路，但是咱愿意分享、诚实来面对咱过去所做毋对的，告别提醒咱家己是啥物人，咱家己是啥物人。因为当咱愿意诚实、愿意坦然来看咱家己的时阵，咱其实搁较会当认捌咱家己。当咱有时阵发脾气，你敢有即种感觉？有时阵咱发脾气，咱毋知影为什么发脾气。你敢有即种经验？你无小心讲一句话伤着别人的时阵，你会想讲：我为什么讲即句话？你袂记记啦。但是伤着别人是事实。但是当咱伫咱信仰的中间，伫咱主内兄弟姊妹的中间，咱常常有即个机会，会当告别咱家己的信仰。咱其实是搁较认捌咱家己，搁较知影咱需要上帝恩典赦免，来改变咱目前的处境，互咱去着改变。所以保罗伫罗马书3章也讲，人人拢犯罪，亏欠了上帝的荣光。你我拢共款，无人较高，无人较高。所以咧，我分享我的软弱，我的软正。当你听到，你嘛莫想讲我较高啦，我会当安尼裁判啥物？我会当四过讲，大家拢无较高啦。因为保罗甲咱提醒，因为人人拢犯罪，亏欠了上帝的荣光。第二咧，信仰告别咱家己，提醒咱上帝是怎样，提醒了上帝是怎样。咱讲上帝的属性啊，上帝是恩典、慈悲、疼痛的上帝。所以咧，咱本来是无迄个资格，但是上帝犹原大声赦免咱的过犯。上帝犹原互咱会当甲伊重新恢复关系，所以咱愈愿意告别咱家己的信仰，咱愿意诚实、坦然来面对咱的欠缺。咱的软正，实际上是互你愈来愈得到提醒，上帝的疼痛遮尔大。咱过去可能有犯错，咱也真正是有足侪缺点，但是咧，咱坐伫遮，上帝佫真疼咱咧。
咱阁会当组织做伙，咱阁会当吟诗，咱阁会当读圣经，咱阁会当做伙祈祷。哇！上帝恩典遮尔啊大，上帝疼痛遮尔丰富，告别咱家己的信仰，提醒咱上帝是怎样。告别咱的罪，也互咱每一个人会当认捌到罪对咱的影响。当咱告别咱的罪，其实咧，咱发现到咱过去的一寡无好的经验，其实影响着咱家己，嘛影响着别人。所以咧，咱若告别咱家己的罪，其实咱想着讲，哇，人的罪遮尔恐怖，人的罪无去处理，影响是遮尔大，影响了我50几冬，影响了我的家庭，影响着我的人际关系。所以咧，咱伫祈祷的中间，咱才会当不只是告别咱家己的罪，咱不只是认罪，不只是去探讨我有啥物，我欠缺啥物，咱阁会当得到迄个追求上帝赦免，佮追求咱所捌想过的人的原谅的即个动机，咱愿意去修补咱过去所造成的伤害。所以认罪两字听了有时阵真凄惨，但是敢有宝贝，敢有重要？其实是有咧，其实是有。所以咧，马太福音18章21节到35节所记载即个无原谅别人、无赦免别人的即个歹奴仆的譬喻，其实是提醒咱，人的罪得到上帝赦免是遮尔宝贝，是遮尔宝贝。所以，既然咱生命的中间充满了上帝的恩典、慈爱甲赦免，咱就应该去赦免得罪咱的人。就算讲对方无求咱来赦免，不过，讲到即个情形，若咱是受害者，也是咱认为咱是受害者，人的本性。讲人破戒的所在，讲较即个传统的讲法，人的破戒，往往就是咱家己就爱骗咱家己，想讲依持即个怨恨藏伫咱心中，咱会想讲咱安尼，互对方会伤心、会痛苦。你真足想，敢有可能会变做安尼？用即马现代的话，情绪勒索。对方得罪我，然后咧，我就表现出我真生气，我真大的痛苦。想讲对方会因为安尼，伊也是受到痛苦，也是对方会因为安尼遭到报应，就是我受到别人的伤害。讲你认为你受到别人伤害了后，你就表现出你真生气。也是你真伤心，然后咧想讲安尼就是上好的报复。咱讲以为维持仇恨可以让曾伤害我们的人得到一样的痛苦，想讲对方就因为安尼爱承担伊犯错的代价，结果咧，咱心中的怨恨反倒转，互咱。煞变才爱承担比受伤害咱的人搁较侪的痛苦，敢毋是安尼？对方有时阵可能是伊毋知，伊得罪你，伊毋知，伊伤害你，伊毋知，结果你伫遐受气啊要害，对方咧也不知道你在干嘛，结果反倒转对方无承担着伊犯着错误的代价，结果是咱家己去承受。
落去兄弟无愿意原谅别人，反倒转互家己无办法经验着上帝通过耶稣所授予咱的即个丰盛的生命。赦免别人，其实也是咱对上帝完全的听，上有力、上具体的宣告。人讲靠主得胜，但是咧，咱有时阵煞过头伫迄款冤冤相报的当中，其实咱变成乳蛇，我们自己不知道，我们自己不知道。好，讲到一个实际的例，已经过身的即个南非前总统曼德拉，伊是南非第一个执政的黑人。伫伊几若十冬的带领下面，南非本来是白人的种族隔离政策，透过曼德拉的带领，南非种族隔离政策取消。当然，伫即个改变了后，南非产生真侪的问题。当然啊，冤冤相报嘛，搁转去冤冤相报，结果南非这30冬以来，其实变化真大，也互人感觉是一个无亲像过去遐尼好，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咱看到南非前总统曼德拉伊安怎做？咱知影，伊为着反抗种族隔离政策，前前后后乖加27冬，27冬，意思是啥物？牧师52岁，所以咧25岁乖到今仔日，这叫做27冬。27冬的世界改变是偌大？27冬乖加无自由，阁会互即个管家的人，即个狱卒、狱卒苦毒，这是偌大的痛苦。但是，是1994年5月份，曼德拉伊就任黑人第一个总统的时阵，伊竟然伫就职典礼邀请3个专门伫监狱去管理伊的狱卒、狱卒、狱警担任做伊的贵宾来邀请。曼德拉毋是当场侮辱因，讲我即摆赢啦，阮出头啊啦，恁白人好死哦！毋是，伫就职典礼，伊特别介绍这3个贵宾，伊以前管伊、困住伊、苦毒伊。这3个狱卒，然后伊安尼讲我少年的时阵脾气真无好，感谢这3个狱卒陪伴我，改变我的脾气，歹脾气，我会感谢因。然后伊煞只讲，曼德拉煞只讲，当我得到自由。要出家的时阵，当我行出即个门的时阵，曼德拉讲：我甲家己讲，我若将这一切的悲伤甲怨愤继续藏伫我的心中，安尼我行出即个门，我犹原关家。我若出即个监狱的门的时阵，我无将悲伤甲怨愤放掉，我就算出即个门，我犹原乖家。各位兄弟，结果这3个互伊邀请以前伫监狱中间苦毒伊的这3个狱卒，当场是痛哭流涕，当场是受感动，痛哭流涕。各位兄弟。有一篇文章讲一个故例，讲一蕊真芳的花，互人踏着，然后咧
香味留伫鞋仔顶，然后咧，当即个将即个花打死的即个人死过行的时阵，大家问讲：你是为虾米今仔迄日香啦？有花的香味。今仔日我即个文章是写到遮，但是叶牧师想到另外一项。今仔日若踏着狗屎，然后咧，当即个踏着狗屎的人死过行，众人会讲啥物？哪有一个臭味？落去遐这，你是感觉当咱受伤、受害，因为别人的因果受伤受害，你是愿意做一蕊真香的花，亲像曼德拉，也是咱甘愿讲做一副狗屎，煞遗臭万年。咱已经受害啊，真侪伤害是无法弥补。但是，咱到底要做一蕊香的花，还是干那要做一部人闻到就感觉真臭的狗屎？这个极端的咧，是要互咱了解耶稣披露。耶稣的披露中间，爱咱学习到，若要真正完全经验到罪得到赦免，只有咱将得到恩典的这个经验分享给众人，通过咱原谅得罪咱的人。所以，一个真重要的一个信仰的前辈，叶牧师第一间教会伫台中的时阵，住台中的时阵，第一间教会的牧师娘。其实这位牧师以前有来咱教会讲道过，张公营牧师的牧师娘，去年过身。其实有一遍，叶牧师这个转换服侍的所在的时阵，伫要离职进前，伊特别打电话来办公室，甲叶牧师提醒。伊讲：阮张牧师伫牧会40冬的中间，也经历过几若遍换教会。伊提醒讲：景安啊，你爱学习张牧师。离开了后，你莫一直讲前一间教会的歹话。当然，这个学习是真。需要真侪的练习，需要真大的决心，佮需要有真深的信心。但是这句话一直记伫心中，也一直望讲会当学习到。你著安尼想，讲到教会太严肃，讲到咱家己，咱应该伫咱职业、咱工作的过程中间，拢捌换过头路，换过所在。你若想，你即马换到一个新的公司，你若规工伫遐讲你进前迄间公司主管安怎对待你，你的同事安怎对你无公平？你去新的公司一直讲，保证主管无偌久袂插你，保证你的同事拢甲你保持距离，因为伊会感觉讲，安尼的话以后你若去换新的所在，敢有可能你嘛一直讲阮的歹话？这是真重要一个学习，也是讲咱可能有咱的厝人，也是家族的晚辈。即马搁迄谈恋爱，分分合合，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咱应该嘛爱教因讲，不要随便说前女友的坏话，尤其是你不要跟现在的女朋友说前女友的坏话，不要跟现在的男朋友说你前男友的坏话。
你的男朋友或你的现任的男朋友或女朋友会觉得什么？你心还在前任的身上，你只是把我当一个转移的备胎，对人际关系无帮助。讲到咱家己，咱敢毋是安尼？咱若常常伫遐讲啊，进前迄什么人安怎啦？进前迄个什么人安怎啦？我即马无甲伊联络啊啦，我即马看到伊拢无爱拍招呼啦。啊，敢有可能也共款？你即马的朋友会感觉讲，即个人敢是对待朋友拢安尼，所以影响到咱现在的人际关系。所以，咱会当做，会使啊，就亲像张牧师娘敲电话甲讲，景安啊，你爱节制你家己，你爱控制你家己，莫规工讲你前迄间教会的歹话，安尼对你以后牧会较有帮助。哇，即句话，这是真爱努力来做。同款，咱敢是嘛爱学习，同款，伫人际关系，伫咱生活的中间。莫阁去讲过去某一个朋友、某一个兄弟、某一个姊妹，也是我以前上好的朋友啊，后来安怎啦？你讲互即马的人、即马的朋友、即马的兄弟姊妹讲来听着，其实对咱无帮助。讲啥多，伤深。讲着控制咱家己，安怎控制？不要道人之短，尤其不要道这个过去的人之短，这影响到咱今嘛未来。所以，例如下这，耶稣教导咱祈祷，爱祈祷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咱的人，是爱咱伫祈祷的中间告别咱的过犯。咱也爱追求上帝，互咱有赦免的气力，不只是赦免咱，也是爱得到赦免的气力，搁爱得到勇气去追求人的原谅，搁爱得到赦免的气力去原谅别人对咱的辜负，安尼互咱的生活中间，咱会当脱离罪恶的恶性循环，咱才会当将咱生活的重心、咱的生活的焦点放伫上帝的疼，并且得到疼甲赦免人的行动，透过安尼来服侍上帝。等一下这，所以咱伫祈祷的中间，亲像咱大大伫礼拜，大家的祈祷的中间，咱大大敢毋是做伙用主的祈祷文来祈祷？每一遍祈祷文、主祷文祈祷，就是爱提醒咱，咱爱求什么？提醒咱祈祷，咱爱专心伫什么代志顶面，搁来透过祈祷，咱怎样处理咱的内心的问题？所以，愿咱拢会当透过祈祷的生活，无论是什么款的形式的祈祷，咱拢莫要去执。检验咱所行过的路，咱也爱思考上帝的恩典疼痛甲气力。相时，咱也爱求上帝，互咱有实践信仰的气力甲勇气。咱做伙仰头来祈祷，听阮的主，阮真正感谢你，感谢你，互阮透过学习耶稣教示阮的祈祷文，互阮知影。阮爱用祈祷的心，专心、坦然、诚实来到主你的面前。
也用同款的诚实甲坦然，阮看阮家己，互阮认捌阮家己，只不过是罪人，但是阮相时也知，你赦免阮过去所犯的错误，你互阮成做一个新的人，所以阮是伫你的面前是罪得着赦免的罪人，所以恳求上帝你时时刻刻透过你的圣神，互阮会当得到提醒你的恩典疼痛，也互阮会当愿意常常来追求对你来赦免原谅人的亏难，也求主你的圣神带领阮，互阮有原谅人的亏难，阁会当有勇气去追求别人赦免阮，别人的谅解。来下，咱做伙恳求上帝，主啊，阮是软正的，主啊，阮充满欠愧，求上帝你帮助阮，也互阮去做阮的教会，是一个会当诚实来分享告白阮家己的信仰的属灵的家庭。你也帮助阮，互阮得到智慧，会当知影啥物是通讲，啥物是阮爱保守阮兄弟姊妹的秘密。求主你也互阮得到圣神的带领，互阮会当有更较侪的同理心，愿真正用对主你来的疼痛，彼此来关心。主啊，阮真正靠阮家己是不足，阮只有靠你亲自带领，也求主你的圣神，互阮智慧、气力甲勇气。阮安尼祈祷，是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感谢牧师通过主的话，互咱真好的教师赦免咱的辜负，咱大家互相来勉励。咱即时要用圣诗361首来应答上帝的话。圣诗361，求圣神感动阮谦卑，奉主名进入教会。汝若有2、3人组织，阮较信你同主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奉你三分啊，真宝贵，咱起立大家来唱。主
下这就是咱要来奉献，咱请舞咏之师甲御觉之师。你看这大家平安，咱来掀开咱的周报。咱今仔日有一位新来的朋友，是咱一位王胜顺，咱听其他的，这方面是工程师吼，原属伫南屯男子教会。南门溪是伫高阳，阮遮嘛真侪南门溪哈。欢迎你过来，咱搁一摆拍拍来。咱来看报告的事项。第一，咱即个拜三，8月17下晡2点半到4点半。伫咱教会有泡茶自由分享，请咱兄弟踊跃来出席。第二，本礼拜六8点10分，早起10点，咱教会的插会班也要伫教会礼拜堂来上课，请已经有报名的兄姊妹准时来出席。第三，本年度咱教会野外礼拜。定伫8月18日，要伫龙潭一等赏关检察员来举行。迄日咱早起伫教会8点半集合出发。费用是一人300块。咱请咱的秋妹执事来报名。并且来伊讲，是毋是会当开车来协助载咱的会友。咱会补贴1点油钱。第四。每礼拜五暗时7点半，咱教会有查经祈祷会。6月起的主题经文是新约圣经约翰1、2、3书，请教会兄弟踊跃来参加。第五，若有需要探访，也是愿意开放咱的厝内举行家庭礼拜，兄弟姊妹，请咱来牧师，也是咱教会长期来讲，以你来安排。第六，咱后礼拜主日礼拜的经文甲经节，请咱家己来看。聚会活动，咱主日礼拜是早起10点，圣歌队的练唱是早起8点45，查经祈祷会是拜五暗时7点半。咱的插会是每个月1摆，伫拜六的早起10点。家庭礼拜是无定期的聚会。
咱后礼拜的早经经节，甲对咱顶礼拜出席甲奉献，咱家己来看，留毋着，咱按过节的经节。先讲的事奉，咱今仔日的交代是有来兄甲小将祭，插花是秋妹执事，清扫是秋妹执事。讲道后礼拜是叶牧师，书会是江长老，书金是玉枝节，领唱是余勇执事，书献是秋妹执事，民兵执事。交代是文良兄、贤忠兄，插花是插花班，清扫是素琴节。咱来看咱即礼拜金句，安尼恁逐人无用心赦免恁的兄弟，就我的天父也要安尼宽待恁。来，赦免恁的兄弟，就我的天父也要安尼宽待恁。安尼恁无赦免，就我的天父也要安尼宽待恁。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的天父也是这样宽你们。马太福音18章35节。好，咱即时完这块，咱三个用讲座来互相请安，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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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咱即礼拜三。就是即礼拜三下晡找一下晡2点半，到4点半，咱伫教会，咱有即个泡茶自由的分享，2点钟的时间，咱自从对疫情开始，咱停止着咱的迄个爱餐联谊所以咱弟兄弟姊妹，咱拢伫礼拜中来礼拜，然后真少有咧互相，搁较进一步的联谊咱教会，所以咱今仔教会有安排，咱拢。2点半到4点半，每礼拜三2礼拜一届啦咱来教会，自由来分享安尼。即礼拜，我来先开始来分享我去西班牙。刚才咱真侪咱的兄弟已经有去过啊。阮是顶日5月去过，阮来分享阮来，大家来分享，看你以前去过，甲即仔西班牙有啥物变化？以前我对西班牙印象就是黄土啦，斗牛啦，还是佛朗明哥啦，就是这我的印象。但是我即届去了，我感觉哇，那真的是它的美术收藏而且还有它的建筑，尤其它的建筑，它那个建筑真的是。很雄伟，然后很现代化，你根本没有想象说它人的设计可以设计得那么漂亮呢。然后很多从那个高地咱都记得咱这礼拜三，高地嘛对，奎尔公园它那个很真的是很漂亮。他说只有直线那是人为的上帝所创造的都是曲线，纯这灰。都是曲线的，没有直线。所以咱万大家拜三中昼食饱小味一下，大家来咱有准备茶，嘛是有咖啡无？志杰，你那个红茶，我也希望你能够带来。每次在练歌的时候，那故意就在那边安尼把我拍开，阮啉的是白茶，也是足香的。就敢若牧师讲的，阮是打到高赛伊是打到芳花，那个味道真的是很浓很香，那个香味真的不是。结果他是做红茶，我希望你礼拜三带来，不能只有独享，要跟我们分享，不能只有跟玉姐分享，要带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咱大家用着很轻松，大家安尼来遮。阮准备等一下我们有准备影片，这个也是我第一次为了这个字的，我自己我自己亲自做的影音有照片还有影片我想到家己有当时想到我嘛足感动的，人就是爱来逼出来每人说你自己做了，
他做完，他们也是说，很好看这样子，我也觉得很好看希望大家来看一看，大家来分享大家来分享预告下一次是玉洁执事跟志姐他们去，我们已经预告了预告了，大家互相过来预告这样大家拢会轮调大家拢轮调，大家来互相安尼增进我们彼此间的那个兄弟情谊安尼好，咱感谢，咱要来好，咱来三角银所要编的是392首，圣诗396，咱起立三角来吟。愿咱拢会当伫咱平常时的生活中间，咱追求对上帝来赦免人的溃烂，也得到勇气去追求咱捌得罪的人的赦免，也愿咱拢会当对伫上帝圣神的提醒，互咱时时刻刻拢会记住。咱是因为上帝的恩典疼痛，咱得到恩典，所以咱每一天拢是新的一天。咱每一天拢会当，只要咱愿意跟对上帝，愿意顺探上帝的旨意，咱拢会当得到改变。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甲咱做伙伫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们。